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2月16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自从一例一休实施以来，出现了未少争议的声音，就连照顾社会弱势的社会福利团体，嘛有人事成本提悬的压力。原本经营就真无简单，即马佫增加了债务的负担。立法委员陈廷辉16号就特别调集劳动部甲卫生福利部，伫咧中营大学甲社会福利团体面对面，并呼吁相关的单位要正视问题，透过沟通甲政策的调整，来照顾较侪弱势族群。一个一休正式实施以来，不断出现争议的声浪，不止一般服务业，就连照顾社会弱势族群的社会福利团体，也因为人事成本提悬，造成经营上的压力。为了解决社福团体对着法案的疑虑，立法委员陈廷辉特别召集劳动部以及卫生福利部甲其他相关的单位，16号上午到中营大学，甲与会50外个社福团体做说明，并且强调现阶段也是以着宣导甲劝导为主，并且会多加协调，达到预期的目标。那过程当中有深深的感受到，其实大家对那个法条的这一种那个不了解而产生的疑虑非常的多，所以说我们都非常重视这种问答，让大家问到饱，说清楚，然后让大家能够比较释怀，然后就知道可以比较清楚的理解这一部法案的这一个立法的这个美意。当然必须说明清楚，这段时间呢，我们都是在宣导期跟辅导期。那不论是宣导期、辅导期以后的检查期，我们都希望一直宣导，让所有的业者或者相关的利害关系人，包括我们的劳工朋友，都能够理解这一部法的那个用意。经过很多的社福单位的一个建议，然后我才邀集我们劳动部跟我们卫福部一起来将我们所有一例一休的一个问题，接到橄榄社福团体该税有清楚，甚至来听因的声音。因为今嘛小英总统已经有说了，希望我们各行业别应该都要站出来，听听我们所有各部会来听各行业别的意见，让他们很清楚了解说，到底一例一休执行之后问题出在哪里，在执行面是不是有很大的困扰。无论是劳动部或者是卫生福利部，只要是针对法案有疑虑的所在做解说。与会社福团体拢非常专心的听，毕竟社会福利服务业甲一般企业无同，伫政策实施的冲击之下，社会福利团体也希望公部门会当加一寡配套，也有弹性的措施。我们中央的各部会的长官能够来地方为我们说明让我们社福界的这些朋友这些机构更能够安心的来。为我们弱势朋友来服务我想会造福更多人针对争议法案，政府甲民间团体建立沟通的平台，就是希望政策会当实施了更加顺利。另外一方面，也希望产业会当减少冲击。未来主办单位会持续召开座谈，互更加侪人了解一例一休实际根本的意义。电视新闻张伟忠、郭博义采访报道。推动友善校园，台南市长赖清德上午甲南宁高中全校师生做伙进行反毒、反污、反霸凌的宣誓，并呼吁大家共同营造友善校园，人人加一寡关心，加一份关怀，加一点仔关爱，得当互校园安全又个友善。南宁高中的学生表演精彩亮灯，活灵活现。展现出学生长期练习的成果，也有固定卖力的演出。学生从事这款健康正当的活动，不但会当涵养心灵，也会当培养正确的人生观。在安尼推动之下，台南市友善校园周正式开跑。市长除了对南宁高中的精彩表演表示肯定，嘛表示友善校园不只靠老师或者是学生，是社会上每一个人爱共同去维护的。
那今天我们来主要是想要借重南宁国中或南宁高中这么精彩的表现，能够将健康、安全、友善的校园环境提供给我们全台南市每一个学校能够共同来落实、来追求，让每一个孩子来到学校都是快快乐乐的，然后呢都可以接受到老师有教无类的多元教学的这个指导。然后也能够快快乐乐回家每一天都在精进，每一天都在成长，这个就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市长也甲全校的师生做伙进行宣誓，承诺要共同维护校园的友善气氛。学生也将向征毒品、殴打、霸凌等等无好的有害品消破，展现决心。现场也有侪学生创作的反对毒品危害、反对暴力欺负、建立校园的海报，来加强学生的品德观念，全力推动友善校园。台南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自从台南六甲火机场出现 H5N6 病毒以后，市府也启动一级防疫作业，避免疫情继续扩大。对此，议会国民党团要求市府向民众说明目前所采取的防疫措施，以及面对禽流感疫情，民众要安怎保护家己。希望借由记者会将资讯传达给大众。自从台南市发生会传予人的禽流感疫情以后，是引起不少民众的惊吓。对此，议会国民党团指出，这不但直接影响到养殖户，而且也大大打击到消费者的信心，连带到货卖鸡肉、鹅肉、佮鸭肉的小食等相关业者受到冲击，要求市府提出对策。台南呢是一个这款呢在饲头生啊的大县，尤其是咱的下营。当我们在推观光的时候，我们就跟人家讲说，我们下营的鹅肉多好吃，希望所有我们全国的民众都能够到台南来观光的时候，享用我们下营养的鹅肉啊。但是当这个我们这个六甲这个厂出了问题的时候，似乎并没有。当然，一方面是担心引起人家的害怕但是呢，你如果不提醒的话，一样的，慢慢的，我们的观光还有我们这些养殖户，还是一样会受到伤害。对此，议员柯志顺建议市府成立跨局处防疫小组，对饲鸡仔场做查访甲监控，对查受感染火鸡的尸体流向，并且适时发布新闻稿，让民众知影上新的疫情状况，以免对观光造成伤害。我们现在掌握在台南市的这个机场。还有数量已经有爆发性的、未爆发性的、预防性的，是我们随时也麻烦我们局处这边做查访，而且做完全的监控的工作，或是已经死掉的这个流向，是我们要掌控，不要把这个疫情延伸到不应该延伸的地方，然后产生了感染，或甚至到这个危害到人的生命的这个威胁。对此，农业局表示，针对感染的六甲火鸡场，周围3公里内的鸡鸭鹅场将进行移动管制。另外，伫5公里内也会对禽类做抽血的检查，同时也提醒民众，伫咧食鸡鸭鹅肉也则是卵的时阵，一定爱煮好食，比较安全。台南新闻查山林根采访报道。日前得到骨髓化生不良症候群的本土作家汪本虎。去年12月26號，因為病情嚴重，帶入加護病房，加上找袂到適合的骨髓移植，後來產生器官衰竭，伫咧2月16號上午9點35分過身，由新台病院代替家屬向媒體說明。本土作家，同时也是政论节目主持人的翁本湖，伫2013年罹患大肠癌开刀，陆续进出病院。去年底确诊骨髓化生不良症候群，日前拢伫新台病院治疗。后来因为病情变歹，带入加护病房，伫无愿意浪费医疗资源的状况之下，伫昨日选择回港，并且伫上午9點35分离开人世，由医方代替家属来向媒体发出声明。汪先生他在12月15号的时候因为发烧，然后到我们医院住院，
那在26号的时候因为病情加剧，所以住进本院的加护病房。那汪先生因为他的这个骨髓、血球再生等等能力不好，所以呢有多发性的出血。那之后呢，因为感染，那造成了这个败血性的休克多发性器官衰竭。那汪先生于这个2月16号上午9点35分，那病逝在本院的加护病房。家属因为汪先生本身他的病情事实上是严重，而且是在属于比较末期，而且呢不可逆的状况，所以家属这个也顾念这个他的宗教信仰。另外的话，这个本身也不愿意浪费医疗资源等等那也尊重这个病人他本身的尊严，因此呢，他们也不选择所谓的急救、那电击等等这些复苏性的这个措施所以呢家属这个就决定在昨天的上午，那让这个病人拔管。安本湖对书礼拜将在2月25号下晡2点，在安平区宜平路的台南市天桥教会举行。电视新闻张山林根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药物成瘾会使大脑神经传导物质分泌异常，结果脑内的小兵成天只想着吃药，不想好好工作，身体思考都罢工，行为不受控制，还会有耐药性戒断症状可引。立查获前主动寻求协助的病人，不必担心法律刑责。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配合着今年的昆禧园文化季活动，由原理黄金商款发展协会甲议员吕维印、南区公所合办的义长杯派糖旧社3D 彩绘比赛，邀请各地画图人才做伙参与，希望借由伫咧原理社区内面的围墙涂骹彩绘创作，吸引民众亲入巷仔内翕相留作纪念。为了替原理社区增添丰富的色彩，凸显在地特色，后来到原理的民众会当加停留伫这个所在。原理商款发展协会以及议员吕维印、南区公所共同合办义长杯派糖旧社3D 彩绘比赛，已经属为发想主题，邀请创作者伫社区20个所在的涂骹甲围墙进行彩绘。一个小庄你若想讲较朴素的地方。你也要叫迄个游客来的时阵，你若无较有小可一个创意，当然游客来讲，全国拢有办活动嘛。当然大家拢有迄个大家拢会拼来拼去，拼来拼去时，当然送钱的部分也是爱想看啥物迄个较巧思的构想。当然，3D 绘画是一种足困难的一个比赛，不过我是希望全国乡亲。大家拢会当来踊跃报名。最主要是希望说，我们这个湾里的，因为我们湾里的墙面或者说像老建筑其实是偏多那墙壁斑驳或者说都没有整理的也是居多。那我们是希望说，透过这一次的一个活动，那我们帮他做整修，那甚至说帮他做美化，那让整个湾里的特色，甚至说来这边的游客，在一路吃过来以后，甚至可以有一些景点可以拍照。然后可以增加我们湾里的一个文化气息，这样。议员吕维印指出，湾里是一个充满人文历史的旧部落，有角头庙，也有闽南式建筑，加上过去曾经是收集废五金的所在，因此活动才会以派糖旧社来命名。而这次的彩绘比赛，更是搭配着昆禧湾文化季的活动，区公所希望借着小旅行的活动，来传领民众进入湾里的小巷弄。所谓的派糖古峡，古峡就是指我们的湾里
我们的湾里有浓浓的这个人情部落，像是一个传统的部落一样。那有很多旧的闽式的建筑，还有湾的角头庙、大庙等等。那所谓的拍档，就是指我们过去我们湾里早期呢是收集废五金，来把它变成黄金的一个过程。那但是我们走过那个废五金的时代，开始来重视环保、守护土地的一个价值。所以我们这一次主办了一个议长杯拍档古峡3D 彩绘比赛，我们希望透过一些画家，他们用我们的拍档古峡，用我们的湾里的故事来作为一个主题的呈现。这一次我们配合昆喜湾乐活文化季将在4月8号、9号来举行。那也很感谢我们湾里形象商圈他们能够搭配我们这个昆喜湾乐活文化季的活动来举办这个拍档古峡市集以及这个3D 绘画的这个比赛。那我希望说，在未来昆喜湾乐活文化季开始的时候，我们所有来这里游玩的乡亲，除了能够享用我们湾里的美食之外，也能够来参加我们的小旅行。该比赛邀请各界的画图人才参加。第一阶段书面作品入选以后，第二阶段将伫4月1号到4号进行观2米、看3米的围墙甲涂骹创作。最后前3名以及家族甲人气奖，将会颁发奖金甲奖状，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报名参加。台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大提琴家张正杰今年首场的亲子音乐会，4月1号将伫咧台南文化中心登场。这场音乐会邀请国内济管弦乐团、首席演奏家来演出。并且以弦乐、管乐 PK 的趣味方式，希望让小朋友踏进音乐。陈伟林将管乐器一节挽起来，但是也是会当吹出美妙音乐。大提琴家张正杰同款将弦一条挽掉，最后只剩一条弦，也是会当演奏。双方你来我往，营造出弦乐、管乐 PK 情景。张正杰亲子音乐会每一届举办，都有真侪趣味的桥段。亲得到真侪亲子的欢迎。张正杰这届运用 PK 演出方式，希望让更加侪小朋友介意音乐。我会觉得说，大家都看到管乐那种穿金戴银的，你看吧，不是金色的法国号，就是银色的长笛哦，然后不然就是这个，然后他们的那个声音都很大，音量很大。还是你比较喜欢的是弦乐器？你看那个身材曼妙，对不对？中国小姐的身材，然后声音细腻的。我就是想说，要不要让小朋友来，因为透过 PK 来认识这2个乐器。那透过这样子，不但要 PK， 而且我们要玩得更激烈一点点哦。那怎么样激烈一点点？就是你看，把弦一根一根拔掉，然后继续演奏哦，拔掉一条以后。继续演奏，拔到第2条，继续演奏，拔到只剩下1条，还有办法再演奏。那管乐也是一节一节拔掉，最后只剩下1小节，看有没有办法演奏。PK 就要 PK 到底，对不对？哦，这样子透过这样子，然后透过所有的介绍，然后加上一点剧情，然后4月1号愚人节最好的一场音乐会，就是在听张正杰这个亲子音乐会弦乐管乐大 PK。4月1号绝对会给你一个最棒的一个享受。张正杰亲子音乐会4月1号将在台南文化中心登场，而且为了优惠观众，找来玉山银行赞助，将票价定在200至300之间，就是希望会当让更加侪家庭有机会亲近音乐。台北新闻张伟忠、郭博义采访报道。听你有障碍的朋友，若是要看展览，希望有人会当讲解说明。伫咧台南文学馆 APP 的内面，都有一个手语导览的功能。听你有障碍的朋友会当借由这项工具，轻松了解展场内面各种展品的特色甲意义。
来到国立台湾文学馆，内底侪侪展览拢相当丰富。为着要服务较侪无共款层面的民众，因即马推出手语 APP， 透过专业手语老师的翻译，会当顺利帮助听众朋友更加了解馆内的展览品。目前开发先以我们的常设展为主，那选定35个点，那听障朋友可以先在家里用手机下载这个 APP 软体。那到了现场，您可以事先在家里先看，因为那一点开，你就会看到就是这些朋友听障老师、志工，大家来针对那个展览内容做手语的解说。所以听障朋友，尤其这些都是导览的老师本身，那个手语的老师也都是听障朋友。那听障朋友很喜欢看到同样是听障的人士、专家、学者、老师来做导览。那因为他们看手语，他们就会觉得出来。所以可以在家里先看，然后到了现场，直接到现场看。点开也可以，那我们也欢迎各界朋友可以听障朋友也可以先跟我们预约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先预约，不管是团体还是个人都非常欢迎，大概是这样。后续我们会做很多推广工作这个算是一个政府的一个很好的美意啦。手语版本目前针对经常设置的展览有详细手语介绍，卖当伫咧每一个展览当中进入细部的项目。希望听力有障碍的朋友，伫咧手语的帮助之下，会当更加亲近台湾文学。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台南生态病院失智症中心是国内第一个医学中心级的失智症中心。2012年成立到今已经满6档，由生态首创失智照护咨询门诊。而且难得的是，这项措施也得到卫生福利部的认同，一档前将失智症列入健保给付项目。新台病院失智症中心伫2011年成立到今，伫白明启教授的领导之下，首创失智照护咨询门诊，提供失智病人甲家属客制化服务。不但将照护成果发表伫学术期刊，而且也3摆得到国家品质标准认证，相当不简单。我们这个全国第一个国家级的失智中心成立6年，我们非常的高兴，说至少也做了不少的事情。那么最重要就是让我们的民众更清楚了解什么叫失智症，他的家属、他照顾者更知道如何去跟他们和平共处、照顾的技巧。那一方面，我们也让政府非常清楚要把社会资源服务，那么分配到失智症那么这个领域。那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医疗人员能够对失智症做出正确的诊断，在适当的时机。我想，这个人民素养的提升、社会资源的分配跟正确诊断，是我们失智照护非常重要的3大要项。白明启教授指出，失智症中心未来努力的目标，包括有开办失智症病房、失智症门诊专区、筹建失智症日间照护中心，也就是据点，要启动台南失智症共同照护计划，实现台南失智照护模式。台南新闻站3林根采访报道。针对肝方面的检验项目，民众若是出现红利，通常医师拢会先排除是毋是病毒性的肝炎，佮再来询问病患是毋是啉酒啉伤济、食药的状况，或者是食伤油、欠缺运动等等。若无的话，就必须要进一步安排超音波、电脑断层等等的检查。肝的功能包括有解毒、代谢、分泌、打结，是人体真重要的一项器官。而现代人因为应酬、交际等等的需要，啉酒也是不可避免。对此，医师指出，男性平均一天啉30公克的酒精，女性20公克，大约2档的时间，都有可能让肝受到损害。假如说你是喝这个啤酒的话以这种小罐来讲，大概2罐，它的程度上就已经有到达这样子的问题。那如果你是喝到像金门高粱这么58度这么浓度这么高的话，可能它只要一点点1/12瓶左右就有机会造成肝脏的受损了。所以这个话呢，还要请大众要稍微注意一下。另外，现代人药仔的取得容易，加上偏方、药草的种类佫真济，民众常常当作是保健食品，造成食过量，长期累积落来，对肝脏也造成负担。那药物的部分其实问题是在于说，
我们民众啊也很有这种喜欢服药的习惯，尤其它有些药物的来源不是很确定，有些是可能是偏方啊，或者是邻居介绍的。那这样的话成分不明的状况下呢，有些的确它量或者太多哦，可是有时候也是个人体质的关系，或者是药物本身的特性，就会造成肝脏的受损。另外，针对过劳、熬夜会爆肝的讲法，医师表示，目前并无充足的医学资料会当证明，但认为可能是甲生理时钟失调等因素有关系。但新闻加上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是好天，有时侪云，温度14度至23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你收看2月16号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